来是有一个小姐到宜兰一间面店来买肉鸡面炸顿去，但是这个小姐来埋怨，讲这个头家包肉鸡面的塑胶袋啊破空，这个汤甲面拢流出来，害伊着搁洗车。啊，伊回头去找头家来理论，头家态度搁真歹，伊怎互这间肉鸡店一星负面的评论。 这个店家嘛真不满，调出着监视器来作证，讲这是这个小姐家己甲袋仔搞破去，安尼侮辱店家真无品。哦，满满的蒜头。 若是蒜头多，出头嘛真多。一个查某人7月初中昼来宜兰的肉鸡面店，讲家己受几百刀气，买3碗蒜头肉鸡，摕登去车顶，发现袋仔破去，留咧车的后座，搁爱开工夫洗车。头家认为是袋仔互搞着才破去，伊上网骂头家讲态度真歹，互伊1星的负评。头家嘛气袂过，老话讲要告伊诽谤，而且搁提出监视器的画面作证，讲查某人为面单挂面离开，拢无过样。 而且行去车的路顶拢无流汤，搁再讲伊是为头前上车，是安怎汤是留伫后座。后座的时候有勾到，可能勾到枕头勾，我就跟他说这是勾破的，他说这是你们用的，他可能不想被她老公骂回去，然后可能受委屈，然后回来说我们带不破。 虽然头家搁替伊叮嘱一碗面，不过伊甲塑胶袋留落来，要证明家己的清白，认为内底外口拢是破共一个所在，可能就是搞破的。当下就应该就会发现的啦，这现在大可能会破了，这边求证啦，因为这样对商家的信誉影响很大。我想说是我有问题吧，我看错，我还问我老公说，很明显这个叫勾破好吗？我还第一次看到破同一个洞内外。 怎么可能？不过人客嘛是提出相片证明，讲物件摕登去车顶的时，涂骹就有流汤的分粒，坚持是店家唔对。头家嘛是真无奈，冷静几工了后，决定也是无要提告，求一个好气生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